台中大雅有一个67岁这个教跳土风舞的女老师，伫咧公园教跳舞的时阵，互人野鸡丝攻击着颔棍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1点前后，有一个男子冲去伫高速公路顶，互车弄一个双骹骨折，讲这个就是公园迄个凶手。穿白衫的查甫人伫咧公园仔路口含查某人敢若伫咧冤家，毋过刷落来查甫人就摕鸡丝甲对方攻击，互查某人当场叫杀倒，落尾嘛赶紧走到巷仔内底。被攻击的查某人是67岁姓李教土风舞的老师，伊伫咧台中大雅3号公园带土风舞班，教超过10年的时间。今日透早8点外，叫查甫人形容摕鸡丝攻击，受伤了后，伊就走到这一间工厂路口获救命。他是从这里跑进来，跑进到我们厂区呼救，请我们帮他打电话。然后那当时脖子伤口还蛮明显的。消防人员赶紧把姓李的老师送到病院治疗，加在伊意识也阁真清楚，不过除了阿妈骨含倒边肩胛有10公分的空碎，倒手脚趾片含额头嘛拢有受伤。当地里长讲，伫咧3号公园有一个查甫人定定会因为公园吵人的声音，去甲警察和环保局检举。那李老师过去就捌叫这一位查甫人拍。就把他束脖子啊，用手指。但是那一次是有很多人在这边啊，但是大家围上去就被拉开了啦。不过，这一件伤人案发生后9点外，伫咧国道1号大雅路段有查甫人走入国道桥车龙，两只脚骨折倒伫咧路尾。警察讲，经过比对，就是迄一位犯案的凶手。攻击李老师嫌犯，敢就是过去定定检举人收彩的查甫人。警察会阁继续调查查甫人犯案的动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